台湾便利商店的密度是全球第2，大部分嘛拢开24点钟用电是真惊人。工研院就研究出一套系统，互便利商店会当省电佮兼会当发电。另外，佮有一款会当互室内降温10度以上的涂料，那么做伙来了解。 都会区四界当看到利便商店，开价是冷总柜24点钟营业。像这款的零售业，吃电量真悬，占全球费能的10%。工研院针对这个状况研发冷凝数量反应管理系统，会当自动侦测室内的人数，调整空调，会当透过 AI 辨识，减少无必要的除酸等动作来节约能源。 它的节能效益大概会在15% 左右哦，那它平均每年可以帮台湾节省大概126座大安森林公园的一个减碳量。这套系统佫会当把冷凝牵起来，伫咧用电高峰的时阵，把冷凝放出来，帮助稳定电网。目前超过3000间店采用这个系统。零售业从传统单纯的一个电力消耗的单位，变成可以进行储能、电力调节的一个虚拟电厂。 要降低室内耗能，佫会当使用新研发的节能油漆，以纳米化的技术减少建材吸收日头也佮热量的传导，预计会当降低空调用电相关15%。那在工厂、厂房、居家建筑的部分，可以有效的让室内温度降低10度以上。 工研院指出，全球能源转型进入关键期。院长刘文雄表示，提高能源效率是核心价值。 今仔日早起也特别甲27间工协会举办相关的论坛，也有特展，希望汇集各界智慧来找出提供产业走向能源永续的关键答案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